刚刚有人说，这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好，不是我说的。刚刚有人说弹贝斯的都是变态啦。那个不是我说的，我只是转述。还好我不会弹贝斯。转述。这里有一个变态的黑猫。对，你最近在弹贝斯是不是？对啊。那你觉得弹乐琴的人怎么样？其实我没认识弹乐琴的人，你刚刚说了，我才知道哦，原来你有弹乐琴，完全没看到你在练习啊。因为我真的没在练习啊，好尖锐哦！我的天哪！好，那我们还是没有啊，就也是很期待看到你表演，而且乐琴好像可以自弹自唱，对不对？啊，对对对，就是应该很帅。以我对那个乐器的了解。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也很期待看到我自己可以表演的时候，只是我真的没在练。该努力了。该努力了，没关系，我明天会开一个那个练才直播，如果练的才够多，我就有时间练琴咯。耶耶，还不都是因为大家没有给我钱？好敢讲哦，怎么这么敢讲？好啦，那我们还是先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是我先自我介绍啊？好像也是在你的频道，如果叫你先自我介绍也很怪。是没关系啦。好，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VTuber Ixen， 可以叫我小千就好。然后我是变态的贝斯手。谢谢。好有用的资讯。延续刚刚的话题，好啊，就是我有在做音乐，然后有在打日本麻将，请多多指教。无论是音乐还是麻将，我都没有办法指教，但我还是来自我介绍一下。对，嗨，我是火蛇，我讲台语，对，大概吧。好烂哦。对，如果是那个常来看我的观众，应该也不用介绍太多。对，反正我就是讲话很唐突，然后通常蛮没礼貌的一个 VTuber。耶，97初见安安，你好你好，该不会是 Ixen 的观众吧？哪边啊？我怎么没看到？我的聊天室因为我今天是放在最下面，所以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刚刚一直在看旁边，我就在想说哪边有留言，然后结果在下面。天哪，我的眼睛是瞎了。没有，之前的集数我都放在右边，之后今天调整了一下画面。对，这是我的，这显然是火蛇的疏失。没有，就是刚刚讲到的要有质感。对，质感型 VTuber 这样。尝试找出比较有质感的画面。好，那因为我刚刚有说到我是唐突系的 VTuber， 所以我们就唐突的开始转盘吧，不然很怕转不完。耶，请问，我最近在推特上好像就是有看到有一些 VTuber 会用公版的皮，但是就会被人家讲说啊，你用公版皮怎么没有标出来？我其实蛮好奇 Ixen 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的？你觉得 VTuber 用公版皮需要特别标注一下吗？这个问题是要问要标注公版皮3个字，还是标注画图的人啊？我觉得都可以，还是都是。虽然我感觉就是特别留这个言，会留这种话的人，好像是希望他跟大家说这个是公版皮，我猜的啦。我觉得绘师的名字一定要写出来啊，公版皮我倒是没有觉得一定要写，因为其实很常撞。就是撞到皮，就其实大家一看应该就大概知道了。对啊，可是绘师毕竟是他的作品，你要写他的名字啊，除非那个绘师说，我画这个皮，我不要别人知道，就是你不要标。那如果他有这样说，那就可以不用标这样子。我觉得跟我的想法还蛮接近的，就是我比较倾向于就是依照那个就是。如果你去买那个皮的授权的话，就照理来说，我想想怎么说，就是他那个授权就会有一个规范啊，所以如果那个绘师的规范就是没有叫你写公版皮，但是有叫你标它，那你就标它。然后我自己是基于礼貌，就算欧拉夫没有特别跟我说要标它，我还是会标它。我觉得这算是约定俗成的礼貌，对。对啊，对啊，不过
要不要写公版皮3个字？我是觉得不需要，因为规定没有写。对，而且我是看过有规定是说要写出公版皮或者是泛用模型之类的啊，就是他如果有强制规定，那就一定要写啊！你怎么可以把它隐瞒？就是他都说要写，对对对，你还不写，你就是违反那个规范啊！对啊，没错没错，对，就像那个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背景，对，我的背景是一个咖啡厅，那个是素材网站的图片，但是因为我有买授权，他说不用标，所以我从来没有标。但如果是下载免费的，他说一定要标，我就会标。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啊，就差不多那种感觉。还有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桌子跟2杯饮料跟这个洋芋片，全部都是素材网站的，但是我有买授权，所以我全部都不用标。对，还有右上角也是。你居然还有自己买自掏腰包买可乐跟洋芋片，还有珍珠奶茶，要招待一下来宾啊！要掏一下，对，然后我想想哦，好像对啊，好像基本上就这样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依照规定。因为我看一下哦，有人说是觉得标一下比较好，不然粉丝开始喜欢你之后没有查证好，去攻击别人就很麻烦哦。所以意思可能是像说，有一些粉丝以为你不是公版皮，但是因为你被有人说你是公版皮，然后你的粉丝可能就会帮你护航，说没有啊，他不是，是这样子吗？啊，好复杂的状况。他应该是说，假设 A 跟 B 都用同一个皮，然后他喜欢 A， 他就以为 B 盗用他的皮之类的。Oh shit！ 之类的。这有点那是有点尴尬，对，因为有可能有人不知道有公版皮这种东西，他就以为那个 A 就长这样啊，为什么 B 也长那样这样子？真的耶。然后可能会以为是什么盗卖，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可能。虽然那种盗用别人外表的事，其实我也有看过，可是就是跟这个公版皮就又有点不一样，他是真的是盗用他的皮。有办法盗用啊？他怎么拿到他的档案呢？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也是很瞎的，就是有人做那个 Live 2D 不是会有展示影片嘛，然后他就盗走那个影片，然后说那个里面的那个人物是他，可是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模型，他就只有那个展示影片。还可以这样哦？为什么？就很瞎，然后那个影片就一看就是那个明明就不是他做的。太有趣了，他这样能直播吗？他就也是到另外一个频道去，可是他也没有直播，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以前我有看到这样的事。好，那可能是真的蛮特殊的状况。对啊，有奇怪的人到处都有。不过好吧，有道理耶。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使用公版皮的另一个 VTuber 可能也会蛮困扰的。虽然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希望观众朋友不确定的话，不要乱攻击别人比较好。对啊，就是不确定要查证，然后不要乱骂人，就没有查清楚，就是说，别人怎么会盗用他的皮这样，真的不太好。但其实要盗用也没那么容易啦，因为通常拿不到模型档案。虽然，对啊，那种盗卖的情况是不是通常也是比较常出现在公版皮啊？我是有听过有人买那种只有一个人可以有的皮，然后他买了以后又再去转卖给别人。就是网站说只能卖就是1对1，但是他买下来了，然后他就转卖给OK， 好，我理解了。对，或者是说他买的时候可能比较便宜，然后他又高价赚差价去卖给别人，这样。哇，我都不知道 V 皮还可以赚差价太好了。就有些是就是可能中国网站比较封闭，然后他可能去中国网站买了以后，就在可能欧美的网站，就是他们不会去接触中国网站嘛，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是他那边买的这样子。有道理。对啊，也是，毕竟红了之后，就是观众比较多的话，就难保会有比较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所以可能确实会比较容易发生一些有的没有的事。哇，有道理，那我被说服了。
猫猫卡爱说是不是多了一个时钟？没错，因为我现在要走质感路线，所以我多加了一个时钟哦。我知道这个时钟在哪里买的，因为我也有想买。我觉得还不错，也没有很贵。对，而且那一个作者就是这个时钟的作者，有出蛮多有趣的东西，而且都蛮漂亮的。没错没错，对，就是质感路线，质感 VTuber。没错，我现在要变成有质感的人，明天才能练财。好，那我们来转下一题吧，希望可以越来越辛辣。虽然今天的题目好像还好，就普通的，没错，我觉得都还好。对，我是有在想那个深入不一定要很辛辣啦，比如说像这个，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蛮深入的。其实我觉得这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欸。就是我觉得它比很多题目，就是其他等一下可能会转到的，我都没有想到，我都想一下就想到这一题的答案的。对，因为小千就是一个很有，就是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梦想家那种感觉。哇，对，所以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实现所有自己想实现的梦想，或者是说去追求自己想完成的事情，就不一定可以实现，可是要有那个行动这样子。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实现的梦想吗？可能就是做不完的那种也可以。如果说比较小时候的话，小时候其实我有梦想当歌手，可是长大以后发现我完全不会唱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梦想？对，然后后来我现在的梦想应该就是做音乐，然后让别人听这样子。就是可能让很多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然后还有弹贝斯，对，又去弹贝斯了。小千以前有弹过贝斯，然后中间有放弃一阵子，对，然后最近就又开始重拾贝斯，就会想说，我想要弹很多我以前想弹可是不会弹的歌，这样子。哇，感觉很有正能量。是正能量的黑猫。对啊，哇，这可以问吗？你是最近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你在推特有分享你最近买的贝斯，你是因为刚好买了那支贝斯，所以才重拾对贝斯的热情吗？还是就其实也一阵子了？其实我已经2-3年没有弹贝斯了，然后这2-3年间我身边也没有一把贝斯，因为我之前的那一把坏掉了，然后就没有继续弹这样子。然后这把贝斯也是很传奇，就是我在那个有一个社群网站叫做脆，对，我在脆上面就是有时候会发牢骚啊，然后我就会说我还是好想弹贝斯哦，可是我手边刚好没有这样子，就是我只是很无聊的这样子写了一句话。然后就马上就有人私讯我说他的贝斯要卖，你要不要收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看他的照片，我就觉得这把贝斯超赞的，而且我真的很想弹，然后我就被他说服了。好强哦，好强！对，然后就很有行动力的，隔天我就把那一把贝斯给带回家了。很赞哎，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那个突然没想清，也不是说突然没想清楚，就是。如果有时候想太多不会去做的话，好像偶尔真的需要那种突然很冲的时候。对，而且就是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买那一把贝斯的时候，我的其他好脆友就是很热心的一直推坑我，然后一直鼓励我去买。真正的好朋友都会叫你赶快买。对，2-3年没有当变态的意思。对，太狠了。猫猫卡也会在吹上面看到你发动态，用音乐赚全追梦之路。你是有个 hashtag 叫做那个吗？叫做对啊，可是我后来都没有更新的，因为我盯完1个月以后就觉得好累哦。虽然真的赚了1万块，可是我就觉得我想要休息一下，我想要做自己的音乐，一直做别人的音乐，我快要被榨干的那种感觉。对，我之前也有接Shorts剪辑，但我目前是关闭的状态，也是因为我觉得
一直捡别人的，被榨干了会没时间捡自己。对对对，会被那个灵魂会干涸。尤其是别人的东西，就是可能不是你擅长，或是你刚好当下想做的，然后就会做的有点辛苦。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的影片一定是做一些我有兴趣的，或者我觉得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别人的就不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没错。对，然后就会觉得很困难，或者是说就算不困难，可是就会觉得我好像只是在产出，可是不知道在干嘛那种感觉。会觉得那个我在花时间实现别人的梦想，心情上会有点耗损，至少我是这样。对，我觉得我也有点这种感觉。我们都不适合去打工上班。也不能这样说啊。其实我那个月就是做的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是出社会后才学音乐、学贝斯啊什么的。就是我的起步比一般人都慢了超多年的，因为我有听说很多人国高中就在接触，就至少有在学乐器什么的。我小时候只有学过直笛跟中音笛。那你至少会2种嘞。没有啊，那是学校逼大家学的，而且我还记得我当初就是很擅长这2种乐器，然后每次上台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我都很高分。那好像蛮强的耶。就我觉得是控制气息吧，就是那个吹直笛的时候，如果你吹得太用力，就会爆掉。对。然后我们班上就会有人一直吹到爆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是爆掉的那个，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反正就是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机会接触乐器，所以即使是大家都在学直笛、中音笛，我也很认真的学这样子。有一些那个有钱人家小孩，也不一定有钱人家，但是有一些特别会栽培小孩，可能就会送去学个钢琴什么的，但那不是每个人都有。对啊，可是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以前被强迫送去学钢琴，我现在应该就很害怕音乐。有可能有可能对，因为钢琴不是每个人都学得起来的一种很困难的乐器。然后，如果小时候你又没有兴趣，然后被家长或老师逼着学，就会有不好的回忆。真的会，有听到蛮多人，不管是学什么，都有类似的情况。对啊。我想想哦。我只是突然想到，我那时候买乐琴也是很冲，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犹豫，因为乐琴也没有很便宜，我就想说，我真的要花这个钱吗？我真的会练吗？那我那时候想说，我买了就会练啦，虽然对，但那时候我是相信我会练的，我应该还是没有很后悔买那个乐琴，我应该之后还是会练吧。就是它就是摆在那边，你就得练这样子，提醒我它的存在。提醒我要练。你说乐琴没有很便宜，我有点好奇要多少钱呢？可以透露一下吗？可以啊，我买到的是5000还6000，反正就是大概5000-6000。哦，那也不便宜耶。我以为它就是，我记得乐琴的弦好像比较少根，它只有2根哦。对，就是我就有一个印象，就会觉得，它的弦比较少根，会不会比较便宜？没想到那么贵。不是这样吧？弦是可以换的东西耶，重点不是看几根弦吧？那因为乐琴也没有一般的，例如吉他那么长吧？我印象中没有。好像对，是没那么长，是没那么长。对，因为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乐器，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有很贵吧？然后没想到那么贵。但好像也是，虽然那个吉他跟贝斯价位也是差蛮多的啦，但是对以玩乐器来讲，好像不是很贵。我觉得吉他跟贝斯，因为有很多很入门款，就是新手琴什么的，就其实搞不好便宜的比你的乐琴还便宜，也有可能。可能有3000。对，因为它比较怎么说，它比较多人学，所以可能就比较可以量产吧。对，我不知道，我猜的。你说对了，因为那个乐琴也不是想买就随便去乐器行就买得到，因为现在会做乐琴的师傅也没那么多。所以有时候要看缘分。而且我从来没有在乐器行看过乐琴过。我也是。
不对，是哪家乐器行会有乐琴？我真的很好奇。对，因为我也不是在乐器行买的，就是你也是就是同好会买的吗？算同好会没错，就是那个老师有在开课，然后就看到这个讯息，然后他说开课可以顺便买琴，我就买了。我主要要的是琴啦，比起课，我主要要的是琴。对啊，没错。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耶。对呀、对呀、对呀、就你就想，台币有哪个人有在弹乐琴啊？对我那时候也就是想说，我完全想不出来，没错，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哇，我学会我就超特别，结果我还没学会，就超酷的，怎么会那么酷？会有人想要学乐琴？是一个我可能只有在历史课本有看过的乐器，或是在海角七号看过，哎、对对对，海角七号，对，可能就没什么机会看到了，真的真的，嗯。对啊，那时候也是想说，怕错过了这个就不知道还可以在什么时候买得到了，所以就好啦，先买。乐器行大多都是西洋乐器，好像讲的也是，就好像是是如果是西洋乐器的乐器行，那真的都是卖西洋的。大部分看到的乐器好像也都是西洋的为主嘛。对啊，可能我没有接触国乐，所以我也不知道国乐的乐器行长怎样。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我也没去过。我认知的乐器行走进去就有一堆钢琴，然后挂一堆吉他，大概就这样了。对，然后那个吉他老板还会说，你可以试琴，可是不可以弹哪几首歌这样子。哦，真的假的？有这样子的哦？没有啦，它是一个梗，就是我忘记是哪几首歌了，就是很多人去试吉他的时候，就去乐器行试琴的时候，就会很喜欢弹那几首歌，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些歌就是比较失恋或者是比较难过的歌，然后那个乐器行老板听了就会难过，所以就说不可以弹这几首歌，这样好可爱哦！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梗啊。哦，这个我不知道，好，学会了。可是我忘记是哪几首，我记得是英文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哦，好，下次大家可以去弹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之类的，看会不会被赶走。我觉得还蛮适合的，感觉很可爱，感觉不错啦。对啊，说不定会吸引买气。好，换我回答一下，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跟小千的想法好像蛮类似的。我也是觉得，就是对啊，就是会想要追逐自己的一些梦想，虽然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些梦想怎么来的，就是也许是刚好什么成长的时候，觉得对这几件事情特别有感觉，但总之就是好像就会觉得来都来了，就是我都被生出来了，好像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完成的事。像我的话就是会想要做一些跟台语有关的影片啦，因为我对台语就蛮有感觉的。对，这个感觉就是会根据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不一样，就是会每个人就会有不同的目标。对，但我觉得就只是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过完一生，也是一个目标。只是我刚好比较没有想要选这个目标。对，但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很确定，就是你想要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就好的话，我觉得也不错。那也是生命的意义，也是蛮有意义的。对，对啊，另外一条路就是平凡然后稳定的道路也不错。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一种。该怎么说？天生反骨，然后我爸妈跟我说，走那一条路会很辛苦，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走走看的那一种。太好了。对，天生反骨的黑猫。我觉得这点我可能也蛮像的。家里也是会希望我找个什么安稳的工作，然后现在我在干嘛？呵呵。现在在当宝箱怪。对，现在在当宝箱怪，靠大家打赏。对啊，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还有讲到一个让我很有感觉的，就是你说可能有一些目标可能是，我有点不确定我有没有超意，反正就是可能会是做不完的，但就还是会想要去做。对啊，就是说你有那个想法，然后有去行动就很重要，就最后有没有完成，就可能到时候再说这样。也只能到时候再说。
就这样吧。对啊，因为有些事不是你想要完成就一定可以实现，就没有那么好的事，对。对啊，感觉就是努力跟运气都要有啊，缺一不可，所以你能做就只有努力的。对，然后尝试。对对对，多尝试，好像也是增加那个成功几率的一个方法。对啊，而且尝试很多事情，就会觉得，我好像特别的厉害，就是别人没有体验过的事，我都有做过一轮的，然后我就是自以为是的感觉，可是就又很开心。这就是所谓的优越感吗？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优越感啊，我也会，就会觉得，别人不敢做什么事，或别人没做过什么事，我都做过，或是我不但做过，我还成功了，就觉得哇，好光荣哦。我觉得不错哎，虽然通常听到优越感会觉得比较负面，可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增加自信的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对啊，要优越，要优越吼，没错。对啊。反正你不表现出来，人家也会说你是不是有优越感，你就干脆真的优越好了，至少你会很爽。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勇敢做自己。对啊，而且有一些人就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很爱说教还是怎样啊，但是如果你做过的事情比他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是哦啊我做过了啊，然后就可以闭嘴了，也是一种方式。哦天哪，我好性格扭曲哦，每次都讲这种的。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好像也差不多物以类聚嘛。哦，真的，我觉得就聊了几题，就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想法还蛮接近的，好好笑。对啊，对啊，可能都是比较我不知道啦，比较想不开才会跑来当 VTuber 吧。真的，真的。对，我们刚刚开播之前还在说我们两个都是 I 人，就想说是怎样 I 人都跑来当 VTuber， 到底为什么？对，然后我还在想说，我终于被这个宝箱怪发现了，他要发掘我这个 I 人的，结果殊不知我们两个都是 I 人，然后继续躲在洞里面这样。对，就是我们有交流，但没有很热烈，因为我们都是 I 人。对，他还跟我说他在想说，耶，陈火蛇应该会多跟他搭话吧？没有，我也是 I 人，想多了。对，想太多了。对，欧拉夫晚安。没错，今天的转盘是新的，因为我们要走质感路线，谢谢大家。我今天也有发现转盘怎么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原来是它可以换颜色，现在才知道。对，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它可以换颜色哦。笑死。对，好，我们再来转看看。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这个很难注意到啦。之前的转盘都要转半天，转超久的。但我今天发现它可以调时间。对，原来如此。难怪我就想，为什么你的转盘那么快就停了？不错吧？我很用心研究了一下，果然是有收获的。你有没有过好难的问题哦？你有没有过哪个价值观或是信念或是你的认知在一夕之间被颠覆？这个问题啊，我想超久了。我觉得这题很难。因为怎么说，就是被颠覆的话，就不会想到你以前是怎么想的啊。就是这个问题有一个点，就是你已经被颠覆了，你就会推翻自己，你怎么还会想到这一题的答案？对，可是我有想到一个啊。对，就是小千小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小千妈妈就跟小千说：“不要接近有刺青还有抽烟的人，这样子。”啊，小时候。对，然后因为他说，对，因为我妈妈就说，那个抽烟刺青的人都是混黑道的，都是坏人这样子，然后讲得很可怕。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我这个价值观，这个信念就一直深植我心这样。对，然后深植我心，一直到我大概对，我应该已经出社会几年，然后我就去学音乐嘛。然后学音乐，然后结果教我的老师是个又抽烟又刺青的一个男老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傻眼，可是我又
就是我就想说，人家毕竟也是老师，然后就不敢有一些太多的想象，就把那些想象压抑下来。然后后来发现，老师其实人很好，也很有才华，这样子，就他并不是混黑道的。不是都说什么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吗？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老师，就我有时候会去老师的工作室实习，然后就他有一些认识其他的音乐人，也会来他的工作室录音啊，做东西，我就可以在旁边观摩。然后我就发现，其他来的音乐人也很多都有刺青跟抽烟。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其实只有我的老师是好人，其他人都是坏人？就殊不知大家都是好人。对，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很温柔很好的人，可是我就因为小时候我妈这样跟我说，我就一直胡思乱想。哇，不过这真的会耶，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我们认识世界主要也是靠爸爸或妈妈，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那个影响很深，这个没办法。对啊，就我觉得超级好笑，因为我以前看到刺青的人，就算只是路人，我都会很害怕，然后还会离得远远的。我小时候也会，对，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明明人家也没有在理你。对，就还是会怕怕的，会怕怕的，对，不过我真的发现，就是刺青，至少在台湾真的是蛮普遍的，好像就玩音乐的也可能刺青的比例也蛮高的，然后可能做餐饮类，不是有个说法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歧视，但是都是说做餐饮的，尤其是铁板烧的，就是要包手的才会特别好吃。对，我有听过这个说法，而且我真的听过这个说法以后，我就去吃铁板烧都会注意，然后我就发现里面看起来最资深的都有包手。好好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的经验也是觉得好像有。对，就铁板烧真的都蛮好吃的，然后都有包手。对啊，好好笑。我之前打工的咖啡店也是有一位同事是手上也是有刺青，然后他会做手冲咖啡，他做手冲真的很好喝，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啦，应该是没有到包手，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联。对。可是我觉得咖啡厅的员工啊，有刺青的跟那个铁板烧的风格会不一样，对，就是一边是文青路线，一边可能就比较狂野的那种，就可能包手啊、刺很多啊的那种，可能刺的图什么的，就还是会在对，就是不同风格啊，不同圈子会有不同风格，对，那我想想，刚刚你有提到一个，我突然也是觉得很有共鸣的，但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我想想哦，我们刚刚聊了什么？刺青吗？刺青还有抽烟啊，抽烟，对，我伊藤绿茶说，觉得歧视抽烟就好，不要歧视刺青。我其实以前也是蛮，因为我自己蛮讨厌烟的味道的，我以前也蛮歧视抽烟的，对。但是我反而是这个有稍微被颠覆到，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没有，现在还算朋友，反正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之前就是差点变之前，没有，还是朋友，反正就是他之前家里有连续遭遇变故，就是有亲人过世，然后他就是整个大受打击，然后那时候他是真的状态蛮糟的，对，有时候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想要靠一些可能是成瘾物质的东西来获得一点慰藉，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碰一点烟，但我觉得好像，因为他有做到那个，我觉得抽烟有一个礼节啦，就是在不抽烟的人面前不要抽，然后就是不要让别人闻到二手烟或是吸到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啊，我那个朋友就是有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些礼节。就是他只会跟你，他只有跟我讲他有抽烟，不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线索会知道这件事情。对，就是完全没有味道。我觉得这样很重要，因为小千的鼻子还蛮容易过敏的。我也是。所以就是不太能接受有人就在我旁边抽烟，然后还烟雾弥漫那种，我会昏倒这样。对，我也超不行的。对，就是会很烦，然后又会一直打喷嚏。我也是，我的鼻子超容易鼻塞的。对，真的。对，
对，烟类，我甚至现在在路上闻到有人吸烟味，就是马上就会很想咳嗽，可能我越来越脆弱了。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时期，如果他没有抽点烟，还是用点什么东西的话，搞不好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撑到现在了。讲直接一点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烟也没有那么罪不可赦啦。尤其是真的有人做得到，就是完全不影响到别人的话，那好像他本身就还 OK。反正那个增加癌症风险的不是我，不要害到我就好。对，没错，这个蛮颠覆的。对啊，对啊，我也觉得这题很难，就是可能真的要刚好有记得什么事才有办法答得出来。对啊，不然都被颠覆了，哪会想起来这个答案？没错，我还有一个比较，我的观众应该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较政治一点，说起来会比较复杂，就是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就是如果国民政府没有来台湾的话，台湾原本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很可能是台语这件事情，在我读国中、读高中的时候，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但我觉得，如果知道了之后，然后稍微就是查证一下，就会觉得，其实还蛮理所当然的。因为其实原本在国民政府来之前是日本统治台湾嘛，那个时候就是有推行所谓的国语政策，但那时候的国语是日语，对，但是除了日语之外，那时候就是原本台湾人其实主要都是讲台语，所以它才叫台语，对，然后就我觉得这个认知被颠覆是一件蛮刺激的事，就是我从来没有，我就是大家因为从小都学到中文嘛，都是讲中文讲习惯，就不会觉得大家每天都理所当然的讲中文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可能直到现在大家可能都还是没有这样觉得，但是就自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突然发现原来大家都讲中文其实是一个算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对，我就觉得蛮酷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才会变成很想要多讲台语的人，对，我觉得这个蛮可是这件事我以前就知道了，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小千妈妈是南部人，然后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是如果不小心讲台语就会被骂还是被罚钱，我忘记了。然后我就知道说，对啊，原来他们都会讲台语，只是学校说不可以讲这样子。就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故事，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他以前就是讲台语，只是学校不准讲这样子。哇，对，就差不多这样的感觉。因为从小我家没有在跟我讲台语，所以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我后来问才知道他们也有遇过，但是对我就是没有得到过这个资讯。所以我是很晚才知道，我就觉得竟然是这样。对对呀，还有人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台语有汉字，就是奇怪，就是看日本的汉字就会觉得对耶，那是汉字耶。可是大家如果看到很多汉字，而且没有平假名、片假名的时候，就都通常会觉得那是中文，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对啊。可是我记得我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有台语课了，可是那个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老师虽然也有教，就是他没有把那堂课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他真的有上台语课，可是老师好像不太会拼音还是怎样，他就只是念过去，然后叫我们跟他一起念，然后根本记不起来。我遇到的也都是。对，就是他没有讲说，这个音是因为怎样，然后才会怎么拼才会变这个音，就是他也没有这样讲。然后我长大以后就觉得完蛋了，都忘记了，只记得怎么听，不会讲这样子。真的，我也是后来才另外大学的时候才去学那个，就是台罗的拼音规则。对，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小学那些老师，因为那个。就真的有台罗这个东西，跟有台语课本这个东西都是比较后来的事，所以有很多老师是很早就已经当上老师了，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相关训练，所以他就真的根本就看不懂，那他就只能用念的来教你，对，所以就是
从小到大的台语课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个拼音到底要怎么看，我也是觉得啊，就没办法，我要怎么看，没有人教我。真的真的。可是我小时候就有在想，为什么我们台语课明明有拼音，老师都没教？就我小时候有这个疑问，可是我也没有问，因为就只有一堂课，一个礼拜只有一堂课，也没时间纠结这种事，然后就这样过去了。你好聪明哦，你小时候好聪明哎，我小时候都不会想这些问题耶，我的天，我的天。可能是文科脑的类型。我小时候比较不积极，我小时候就是得过且过，不会想要问这些。我是也没有问出口啊，可是我当初就有觉得，明明课本上有拼音，为什么都没有讲，然后也不知道是在干嘛的。好赞哦，好赞哦！如果我那时候也有这么聪明，我可能现在会更优秀。好，总之就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机会问。哇，我觉得如果老师被问了，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老师也没学过那些拼音吧，老师可能只是会台语，可是不会那些拼音。对，感觉蛮普遍的。啊，终于有比较尖锐的问题了，有到尖锐吗？总之，你觉得女生应该要当兵吗？其实这题我也想了蛮久了。哦。对，可是我后来的结论，我发现我的结论跟是不是女生好像没有关联。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好像都不太应该当兵哎。对，原因就是，尤其就是我以前就有听一些我的大学同学说，他们因为等兵单等很久，然后都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只是为了要等去当兵这件事。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们当兵不是要当，我忘记几个月了，反正就是当一阵子，然后那一阵子就是也不可能去做其他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可怜哦，这样子刚出社会就比别人晚几个月，可能甚至不止几个月，就是觉得起步比女生还晚，就觉得很可怜。有道理耶，就是在职涯上可能会落后，就是会虚度，算虚度嘛，就是会少一些时间。对啊，就会觉得，他如果本来假设，例如他做高科技好了，他本来多那几个月就可以研发出一个厉害的发明，结果他居然那个时候在当兵之类的，就会想说，这样子好可怜哦，都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这样子。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感觉那个等兵单等很久的问题，如果那个行政能力很好的话，说不定可以解决。如果排除掉这个问题，然后不论性别都要当的话，你会觉得该当吗？就比较没有那个大家职涯的那个起步的时间不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男女都不应该当兵的原因是。怎么说？就是保卫国家，或者是例如说为国家奉献这件事，不应该是一个强迫，应该是自愿。就是我同意有自愿意之类的，可是我不觉得当兵应该是要强迫，例如说强迫男生都要去当兵，或是强迫男生女生都要去当兵的一件事。原来如此。对，我是这样觉得。虽然我觉得，如果真的不是强迫的话，应该志愿役也招不到那么多人。如果是，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研究到非常透彻，但是我自己感觉好像能够全募兵制的国家，好像就是要人也本来就已经很多，才有办法这样子。对，感觉如果整个国家的人口没有到那么多的时候，好像。单靠募兵好像也募不到足够的数量，所以我的想法会跟你比较不一样。我是觉得至少台湾的话，我是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个选项了，就感觉好像大家都要训练一下，都得当。对。我是觉得，我觉得以前比较会只让男生当兵，也许是因为。以前的战斗方式可能都比较需要仰赖体力，然后要真的很壮，要靠肌肉的力量去冲前线。但我感觉，如果是现代跟就是比较以后的话，可能
科技上的那个，就是使用科技这件事情，可能会让女生在战场上能做的事情会更多。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好像都要当，对，就是对，因为要做的事，其实除了真的开枪打人之外，就也有蛮多要做的事的。对，比如说伊藤绿茶提到的嘛，就是后勤、医疗、通讯，对，这些也都是战争的时候要做的事。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应该都要当。对，那就是要依照性别分不同的职位，我觉得没有问题。没错。不过的确是目前有发生过战争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后勤真的很重要。对呀。就是例如说后勤的补给啊，或是通讯什么的，真的是以理性上来讲，真的是蛮重要的。对。但我觉得怕被抓去战场打架一定是人之常情。老实说，我也怕。对，但是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不怕死嘛？除非本来就想死了。可是本来就想死的人，搞不好也想要别的死法，也说不定。对啊，对，就觉得如果没得选的话，我还是觉得好像都要当，对。真的假的？有人说1个月有时候做一做才发现自己想做这行吗？也是有可能。或者是可以办一个，就是例如说大学毕业后有一个体验营之类的，然后体验完想当了再去当。这可能好像也不错，我觉得可能不错。对啊，对，就是的确像有人说的，没有体验过哪知道喜不喜欢或有没有兴趣。这样好像也不错，是有道理。对啊，搞不好其实因为现行来讲，女生都没有当过兵，所以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当兵是在干嘛？搞不好其实有些女生很有兴趣，也说不定。你这样说有道理耶，因为就是女生也是有志愿役的，可是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它有一个差别是，签志愿役的女生可能没有体验过义务役，所以她没有机会先就是体验一下当兵在干嘛。虽然那个体验内容本来就不一样，但是。对，这可能也是一点。对，也许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女生对于军事的教育有参与的，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去打靶那个体验射击嘛。对啊，可是就只有那一天的那个下午体验也太短了，就是要因为那个下午的那几发子弹就激起兴趣，好像有点难。对啊，而且真的这样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吗？好像也不行。我只觉得我们搭车搭那么久，去一个很像山里的地方，然后打那几发子弹，然后就再回去了。对，然后就觉得花好多时间在搭车，然后也不知道在干嘛。对啊，也许可以有不同的体验方式，可以真的更体验到一点，也许可以。对啊，搞不好也可以，尤其是让没有当过兵的女生体验一下。对啊，这个应该我不知道啦，应该是没有人敢推这个政策啦，我的感觉。对，可能我也觉得。对，觉得没必要，然后觉得不该做的人可能还是蛮多的。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服你，不过我还是觉得该。对，就是我觉得或许可能有折中的，就是不是强制。都跟男生做一样，当一样长，可能就是女生可以体验这样子，然后体验完再决定要不要做久一点。那我随便讲，我天马行空。你觉得如果好像有听说那个男生当兵要改回1年嘛，从4个月改回1年，那你觉得如果男生当1年，然后女生都当4个月的话，你觉得这是个可行的政策吗？可是这样子也不可行啊，这样男生就会说不公平，不是吗？对啊，感觉就是会有那种。一定会有反对或者是抱不平的人，是没错。不过对啊，就也是有点尴尬啊，是蛮尴尬的。可是本来像女生说，女生不用当兵，然后突然要当了，那女生一定都跳脚啊，几乎啦，我不敢说全部，可能真的有人很想当，也说不定。就这是一个冲突，对，这是一个冲突啊。的确，有趣。
好，我觉得这题是真的很硬啦，是真的很硬。就是我不觉得真的有人敢推这个政策，对，但是是值得聊一聊的。就是很难，就是做一个真的很全方位的决定啊。对啊，因为你说要当的话，然后又会有人跳脚；不当又会有人觉得要当，然后就真的很困难。哇，你这样一讲，我突然很有感觉，当然我们可能可以去讨论，或是去做出一个决定，说以前的做法比较对，还是新的做法比较对。但是如果大家两个都不想得罪的时候，通常就会选择什么都不改变，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对啊，就是维持，因为你如果破坏了这个就是之前的惯例，别人就会说，都是你啊，都是从你开始才怎样怎样的，对，就会成为被怪罪的那个人。对，所以没有人想要扛这个责任。真的，对，这也不只是当兵的问题啊，就很多政策都是。应该是哦，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对啊。哇，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愿意不是要讲自己，就是愿意对各种议题发声的 VTuber 或是任何公众人物，也都是蛮不简单的。真的就是因为讲多了就得罪多了的那种感觉。对，觉得敢讲真的是一个会让我蛮敬佩的啦。对，因为我在推特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也是蛮敢讲的，就觉得好赞哦。对。明明会被骂，我觉得你也蛮敢讲的啊。我假装谦虚一下嘛，假装谦虚。对，我们今天的转盘已经很温和了，之前有几次真的是很恐怖。就是我觉得应该所有的题目只有这一题比较困难。有啊，有比较刺激一点。刺激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应该都比较跟音乐有关的开始出现了。对，就是突然好像洗三温暖，突然可以泡冰水的那种感觉。三温暖也是最喜欢冰水的阶段。没有我很怕冰水，也不是说很怕冰水，就是你从三温暖出来泡冰水的时候，就会突然就是觉得很收缩。对，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三温暖，因为我觉得这样收缩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样对身体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不是很喜欢。我也不太会洗三温暖，但是之前就是有去体验过，因为要体验过才知道喜不喜欢。对啊，也是。那真的很热然后就觉得整个人被放在木头里面烤，好恐怖。对啊，它不是就叫做烤箱吗？对，它是真的叫烤箱。对，就是烤箱。对，然后还有木头的味道。对，真的觉得要被烤成那个培根了。好，你觉得音乐能跨越语言吗？这一题太简单了。当然是可以啊。我先讲为什么可以，因为你只有说音乐，你没有说要有歌词，中文歌。对啊，你如果只是例如说什么莫扎特啊，或者是什么流行歌，可是没有歌词的，那当然可以跨越语言啊。你又没有歌词，怎么会有隔阂？哇，有道理耶。对，然后我必须要讲一个有点得罪别人的话，虽然我自己也是作词的。对，就是我有作词作曲，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很少人会很在意，然后一直去研究某首歌的歌词这样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要得罪人了。对，应该说，我觉得听歌的人，怎么说呢？有一些人会很认真的去听歌词，可是我感觉很多大众，就是可能比较大多数的人是不会的。对啊，对，像我常常就觉得有一些我得罪人，真的，我常常觉得有一些流行歌的歌词没什么逻辑，就是有点，就说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大家就还是顺的就把它唱过去了。对，有时候真的会有种，我就是比较无聊那种人，我就会研究他的歌词，然后我就说，到底在写什么？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觉得。对，就蛮爱看、那個。然后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听外文歌的时候，最好是有人会那么多国语言，然后还听的时候听得出那一句话是什么。哦，对，有时候听那个别的语言的歌的时候，是真的听不懂。对啊，就算像我会日文，可是我也不敢跟别人说什么哦，我听日文每个字都听得懂它的歌词的意思，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啊！真的真的，虽然那个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英语不错，但是有一些我爱听的英语歌，它比较诗意，或是比较就不是平常在讲话的用词跟文法的时候，就会没办法说自己真的都看得懂、听得懂。好困难。真的，而且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听觉的享受，就是跟语言其实又有点不一样。如果说绘画跟别人讲话，你一定要懂他在问你什么，你才可以回答。可是你听音乐，你又不用跟那个音乐沟通。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语言没有什么问题啊，就算它有歌词，好像语言也不是说让你听不懂那个音乐的要点这样子。哦，有道理耶。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能类比的，但是就是有一时候，比如说什么，那叫什么？那叫婚礼，或者是一些场合，就是会有人放一些英语歌，但是有一些歌词你听一听，你就知道这个人应该听不懂，因为他的歌词很不适合在这个场合播，但大家都没有感觉，就是顺顺的听过去，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就可能失恋啊、分手啊，对，然后就在婚礼放。对，就是可能这种事我觉得很常发生。真的，他可能明明是分手歌，他只是写的很欢乐，或是他根本就是写说有人死掉，但是他写的很欢乐，他就一样放，他就对啊。对，这就很像我觉得我会骂到人，但是这就很像那个有一些便宜的衣服摊，他会卖一些写的奇怪的英文单字的衣服，然后看不懂的人没有感觉，但是你看得懂，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穿在身上？完蛋了，我好像是会穿在身上的那一种人，因为我看不懂。这个痛苦只留给看得懂的人。我觉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目前是秉持着一个，我要穿在身上的衣服，我一定要看得懂那个语言，我才敢穿。对，因为之前就有人拍一些什么很好笑的照片，就是什么欧美人他看不懂中文，然后就穿了一件写什么"我是智障"之类的，就这种衣服。我觉得很怕，我也穿了一个骂到我自己的，所以我都不敢。好好笑。我觉得有点类似。以前会有点担心我穿的衣服上的字会不会就是不好的意思，可是久了以后我发现根本没人在意。所以我就照样穿这样子，然后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很便宜的衣服，上面那个单字可能甚至就是根本念不出来，他们就是乱拼，那个我就觉得还好。对，蛮有趣的。对，蛮有趣的。哇，不过我觉得音乐能不能跨越语言，我觉得很多时候可以，但是有时候好像没办法完全，怎么说呢？我举例，比如说如果是一首，我随便举例，比如说岛屿天光好了，多数天光，如果是台湾人听，跟你随便抓一个欧美人很享受音乐，但是不懂台语的欧美人抓来听，那个感觉应该会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可以跨越，然后可能也一样可以产生一些，就是可以对那个音乐的美会有一些感受，但是因为对啦，我题目没有讲到有歌词这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如果他的歌词是有特别想要表达某些故事的话，那可能懂那个语言的人听起来的感觉跟不懂那个语言的人听起来会感觉不一样，也许是这样。对啊，而且就是有不同的共鸣。对，可能有人会觉得，对，像刚刚说的《岛屿天光》，可能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的故事的人，然后也不知道他的语言，可能就觉得它是一首很抒情、很舒服的歌。然后台湾人听一定又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对。搞不好台湾人听，然后感觉也不一样。有一些人听就是觉得怎么又在放这个侧翼？有人听就是觉得为什么又要放这个？每次放这个都没好事。也是有的。对啊，之类的。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跨越，但是有些那叫什么？有些情绪只想说给懂的人听，不是啦，就是没有，刚是什么乱捏他那个歌词。梁静茹的哪一首歌？我突然想不起来。好，不是，对，反正就是可以跨越，但是有时候没办法100%的直接有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对，当然我觉得所有作品可能都是，就是绘画可能也是。对啊，有时候就算是懂那个语言，也不一定能懂那个作者其实想要表达什么。哦，对呀，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文化背景啊，比如说你就算学会了日文，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是只有日本人会 get 得到，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有可能。对啊，就是有那样的感觉。没错。好，希望我可以努力写歌。没写出来就没有跨越语言的机会了。该练习乐琴了。哦，真的耶，真的耶，该练习乐琴。好啦，等一下下播就把它拿出来调个音。你能想象3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哦，这题很难。我也觉得。我真的觉得这题很难，因为怎么说，与其说想象，不如说是希望吧。我会希望我3年后还有就是在经营频道，然后还有在做音乐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就是 V 的部分啊，我已经做了6年多，然后音乐我也做了几年，然后就会觉得，我还可以再3年吗？还有再下个3年吗？这样子的感觉，有时候就会觉得，因为人生就会有很多就是意外之类的，不一定能够像你想的我要永远怎样怎样，永远怎样怎样，就没有那么简单啊。哇，这是大人才会讲的话。你不是大人吗？我也是，但是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才会敢想那些永远。对，例如这个毕业纪念册上就会写说我要跟某某某当永远的朋友，然后结果后来毕业纪念册就搞丢，就忘了那个人了。太怵了吧，太怵了！我还真不知道我毕业纪念册在哪，我的天哪！我的好像也不见了，笑死！救命！救命！没关系，搞丢了代表它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至少我是这样相信的。我自己也觉得3年是一个有一点长到有点难想象，但是又好像还可以许愿的这个长度。对，我自己在规划我想要干嘛的时候，规划我自己的频道想要往什么方向的时候，也是大概规划个1年2年，要规划到第3年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有点难。对，但因为我的观众叫我要开一辈子的台啦，所以如果所以要真的开一辈子，对啊，至少我是想开啦。如果我还没有穷到开不了的话，就应该是3年后应该是还会再开一台，但是会做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还真的不就有点难想象，是真的。对，你能想象3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不能，这样算回答吗？不过说真的，我自己觉得我3年后应该还是会在经营频道，可是可能内容啊，或是一些开台的方向，甚至说会不会继续开台啊，或者是以后都只发影片啊之类的都有可能，因为3年就会有很多变化嘛，不一定可以一直做跟之前一样的事，观众也不一定会想一直看你做一样的事啊。所以3年后还会不会打麻将，你也无法保证。应该会吧，因为我已经打很久了。有一些如果已经很习惯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可能就会，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打麻将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会让我很压力的事情，就算有比赛，可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输了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衰啊，就是不会把它归咎在我就是因为我没有每天练习，所以我才怎样怎样，就不会有那么重的罪恶感。毕竟麻将的运气是真的也蛮重要的，对不对？对啊，的确啊。有道理耶。哇，我的话，我觉得3年后应该
还是会做跟台语有关的事啊，只是多或少的问题。但应该是说我很难想象3年后我完全不做任何跟台语有关的事，这反而很难想象，所以我想应该会。对啊，很难吧？因为都已经会了，要突然把它忘记，超难的。对啊，是怎样要把自己脑子挖出来，挖掉一块，就是这块有台语，我不要，太难了吧？不可能，太难了。有道理。到时候还会不会有深 V 转盘，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就不知道了。看一次少一次，好唐突，大家会不会开始紧张？也还好吧，本来企划类的东西就不可能永远做一样的啊。的确，就还是要有点变化嘛。比如说今天就给它换个色，对，换成精致感。对，然后下次来就变方形，方形可能有点难，那应该是不会。对，换个不同的颜色。没错。好，我想想哦，应该就这样啦。我能想象到，好像也就这样。希望3年后可以万定吧，应该可以吧。我觉得差不多我自己好像也是差不多3年才万定。感觉够努力的话，3年万定好像还算是合理的目标吧。就不一定啊，就是不好说。可是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虽然有点唐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订阅数会通货膨胀。你是说很多人订阅你，可是没有人看你直播这也是有可能。而且好像说，就是10年前的10万订阅跟现在的10万订阅是不同的量级。我懂你的意思，因为10年前没那么多人用 YouTube 啊。对，这种感觉。对啊。所以我在想，也许3年后的万定也没有今天的万定那么猛，所以要实现应该没有很难啦。我觉得的确是有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说10年前，甚至说15年前啊之类，甚至更早，有些人连电脑都没有的时代。对，那个时候能万定真的很难，因为有电脑才能订阅它而且现在一个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只有1支账号了，所以要万定就是不一定要有1万个人哦。对啊。对，没错。好，所以我们都不太能想象，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共识。对啊，本来就是人生充满着变化。对，不过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想想看啦，就如果大家也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的话，可以试着以2-3年的单位去规划看看，我觉得会蛮有趣的。虽然你会发现很难想象，但是可能你就会知道，就很抽象。对，但可能也会知道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掌控，我觉得也是有用的资讯。好，我们再来看，哇，我们今天好像有机会可以转掉个2/3，好像没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问题我好像也是想很快就想到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太反骨，还是说我家人管教比较保守，我都觉得奇怪了。我想做的事，我爸妈好像都不是很支持，然后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那种感觉啊，这感觉蛮常见的。我觉得在台湾应该蛮常见的吧，就例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应该说应该要先从国中开始讲。我国中的时候是个成绩非常好的黑猫，然后考上了一所非常好的高中，然后到了那所高中以后，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公立高中，然后学校的管教就很松，对，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很好玩的社团，然后小千就想说，我想要跟那个动漫里面的少女乐团一样，也要组乐团，然后我就去参加了热音社。组一辈子的吗？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组一辈子。对，那时候只有 K 用吧。对，然后应该是然后我就去社团学了爵士鼓，可是我才学不到1-2个月，我就没有学了。好酷哦！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模拟考还是什么考，我忘记了，就是考超烂，然后可能很多科都只有50几分，然后我爸妈就大发雷霆的叫我好好读书什么的，然后就不准我去社团这样。我一直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学乐器是一个很青春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很青春。对啊，我觉得很青春哎，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才有动力学啊。就可以每天背着爵士鼓上下学这样子。没有啊，爵士鼓放在社班，怎么可能背着爵士鼓上下学？那体力会很好哎。笑死，光那个大鼓就搬不动了。对，那应该不是一个人可以扛的，尤其不是一个学生可以。对啊。不过你这样说，我突然好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我不知道亚洲家长是不是有点太贴标签，但是我觉得可能，好啦，我觉得还是真的有这个现象，可能很多亚洲家长是没有真的理解他的后代到底在干嘛，就是他没有真的理解那件事情在干嘛，但是就会阻止。对，我觉得如果是理解之后再不支持，好像会感觉好一点。然后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到我现在我都有时候会有点烦恼，因为我现在不是有在作曲吗？作曲编曲，然后弹贝斯。可是我觉得我的爸爸好像还是没有，称不上支持，也称不上反对，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在做一些工作以外都还在忙很多事情的感觉，然后就好像也没有特别会来问我说，你在干嘛？这个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也不会特别问。对，可是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也很想要跟他们讨论这件事，就觉得想让他们理解，可是他们也没有来问这样子。会耶，我自己也蛮常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我就是我小时候比较E啦，我觉得我小时候是E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随着成长我就变得很内向，但是我很小的时候是很外向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玩到什么好玩的游戏，我都会想要跟我爸妈分享，对，但有时候他们就是可能也搞不好是因为我是小孩，所以表达能力不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没有 get 到，没有理解到我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就没有理解了，对，就蛮可惜的。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常见的，对啊，就毕竟他们也是，尤其是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玩什么玩具、玩什么游戏什么的，对啊，可他们明明小时候应该也要玩，就会觉得你去读书就好，不要玩这个。然后呢，你可能很开心跟他分享，他就说很棒，赶快去读书这样，会就很敷衍。对啊，但我是现在可以比较理解，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工作完之后对他们可能觉得很烦。对，他没有想要每天都听小朋友分享那么多，会觉得烦，就随便回一回，就慢慢的可以理解了。对，不代表我觉得这样是健康的，但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就是会觉得已经工作很累了，我还要听你讲这些。对啊，虽然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啊，有时候还是要让小朋友表达一下比较好，虽然很难。对啊，我就会觉得你难道真的不想理解你的后代在干嘛吗？应该会想知道吧？如果他在做什么恐怖的事情，你都完全没有任何头绪，不是不太好吗？好像也是可是毕竟小千没有小孩，所以也没办法理解，就是如果有小孩会怎么样想。我也没有啦，只是我会想很多。有时候就是会看到别人我觉得这样讲有点靠腰，但是有时候就会看到别人养小孩养的不怎么样，就会觉得怎么会那样养啊，然后就想很多。好坏怎么这样讲话？我可以理解，尤其是有一些很没礼貌的，对，很顽皮，甚至顽皮到没礼貌的小朋友，都会很想要发疯。为什么会有这种小朋友出现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小朋友还小，所以要找他家长算账，那是他家长的问题。对啊，可是我有时候都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我自己印象中我自己小时候没有那么的顽皮，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现在都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很顽皮的小朋友，然后很没礼貌的，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我小时候有这样吗？然后就开始反省。不过我会觉得好像真的现在不会教小孩的人蛮多的，就比较暴走的小孩特别多。对啊，可能因为我有就是当过蛮小的小朋友的，不算家教，但是算陪读，然后就是有体验到真的没有关心小孩的话，小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对，因为他家长就是忙工作啦，所以不太理他，我就觉得他有时候会觉得蛮失控的。而且现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就出去外面吃饭，然后就会看到隔壁桌可能就是他小孩就是丢一个平板给他自己看，我就觉得好像蛮恐怖的耶。对啊，对啊，而且说大人就是在那边，尤其是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影片，或者是不适合小朋友看的东西。对，如果他在那边看陈火蛇讲一些没营养的东西怎么办？要怎么教小孩？教小孩学台语。对，教小孩谈一些深入的话题，他就会问他妈妈说：“你觉得女生应该要当兵吗？”他妈妈就说：“你怎么问这个问题？”他爸妈就会被问到，然后爸妈就会吵一架，完了，车火蛇摧毁人家家庭，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强。哦，乱讲话。我还没回答这一题，我想想，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因为我其实也蛮多秘密不敢跟大家讲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想法，就有时候想法蛮多的啦，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想法好像不适合讲出来，对，所以包含这样讲好像什么很黑暗的什么东西，很中二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对大家都是有所隐瞒，但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也对家人有所隐瞒，我也有一些事情也不会跟火嫂讲，对，所以就会觉得很难有一个人认识或是理解100%的我啦。但我觉得这本来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是这样子的，就是很难找到一个人100%的理解你。那偶尔意识到。听完觉得好中二，好像我。对呀，偶尔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孤独啊。这就是身为孤狼的感觉吗？好烦啊！我快被自己烦死，好中二。可是我觉得我也会这样就是中二的部分。那不错，我们很投缘呢。物以类聚。你都怎么发中二啊？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我的同学都不懂我在想什么，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我也会，我还觉得我比大家聪明。对，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不一样在哪里。我小时候还觉得我比大家都聪明，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对，蛮有趣的，但可能很有趣。对啊，我觉得可能应该也蛮多人都会有这种时候的吧，会觉得那个跟大家发现到自己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应该多少都会有。对啊，多少都会有一些，毕竟人有百种嘛，一定不可能大家都跟你很类似，那也很奇怪。那还蛮恐怖的。对啊，大家都很类似，那也蛮可怕的。对啊，所以好像也正常。对啊。好。来看有没有多一点音乐的。哇，你最近有在看什么书吗？有可是跟音乐也有关的。哇，好可是这个很难聊，因为就是理论的书。我最近在看一本，也不算有提到乐理，可是他那本书叫做《图解编曲入门》，好像有那本。然后就是在讲。对，他就是在讲编曲啊，鼓大概要怎么编啊，然后贝斯怎么编啊，然后旋律大概要怎样比较顺啊。对，他是日本人写的，翻成中文，然后封面是绿色的吗？对啊，那就是那一本。是你也有的那一本吗？但我没有看完，我好像看完忘记了，等于没有看完。对，是那一本。其实我以前就看完了，可是那个时候看完的时候还一知半解，然后最近又重新再复习这样。
觉得那个有点硬。我觉得那一本已经算是怎么说，比较比较温柔的，对，那本已经不算硬了，真的。对，哦，我好像有跟大家提过，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以前原本是想要自己写歌的时候全部都自己来，就是包含编曲也自己来，但我现在已经放弃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我的强项可能就是写台语歌词的，还有就是作曲的部分啊，编曲我是完全放弃。我应该不会再翻那本书。我还以为你要踏上黑猫的路，这样子，就是作词作曲编曲，然后贝斯也自己弹。我觉得我没那么优秀，我能把乐琴练到能听就不错了。啊，不过我也没有到能听啊，就是我录影片都要录很多段，然后再选比较好的发出来。正常，我也是啦，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会 NG 很多次。对，而且有时候录影的时候会特别紧张，也会 NG 更多，至少我自己会。对，我也会，因为就会怕说我拍的画面不好，然后或是没弹好会怎么办，然后就会更弹不好，然后就会想说这一次一定要过，然后就更紧张了。对，然后什么可能就是已经弹大概80%了，然后就开始哇，这次很好，这次很好，不能破功啊，破功。我好像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不只弹乐器，就是有时候我会拍影片，然后就是我明明照着稿念，我还是会不小心一直念错。我玩音乐游戏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很少在 full combo 的，然后如果很接近 full combo 的时候，我就会超紧张，然后就没有 full combo。然后就失误了，对，然后就失误了，就吐血。可以理解，就是会松懈。对，会觉得太恐怖了。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哦，我好像有在 DC 跟大家说，那我可以多说一点。我在看的这本，我忘记名字了，我看一下。书名不是很好记，一定不是我的问题，一定不是我的问题。是那种很长的歌名，不是歌名，很长的书名吗？它叫做，算有点好像没有很长但只是我不太聪明。这本书叫做《你的人生他们6个说了算》，是哪6个呢？是6种激素。这本书在讲那个一些，他介绍6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或是影响我们怎么做事的，就是激素，对，包含什么多巴胺、血清素，还有什么？因为我还没看完，也太科学了吧！我刚刚以为你说的6种是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之类的，很正常哦。感觉他们6个说了算，应该会觉得是这种，是不是？对啊，我以为是这种的，结果原来是多巴胺。对，那说明也是蛮好笑。对啊，总之我读到一半啦，然后他算你说有点科学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激素跟荷尔蒙差在哪？好问题。我看一下。荷尔蒙不算激素吗？是一样的东西吗？我记得好像有差，但我想不起来。等你看完就会想起来了。一样居然一样吗？好，那反正一样，对。总之就是你的大脑会分泌的一些东西，可能不止大脑，总之就是你会分泌的一些东西，就是听起来很科学，但是他讲的算蛮白话的，就是不需要有科学知识也能看懂。然后他就是介绍的同时会跟你说，比如说你做哪些事情会让你产生多巴胺，然后你的多巴胺的量比较多会怎样，比较少会怎样，就是跟你介绍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些学到的知识来决定，就是比如说什么起床的时候不要滑太多短片，不然你的多巴胺可能会先很高再很低，会有一些不良影响之类的。我觉得好像算有点帮助，可能可以，因为我最近其实有时候情绪会有点不太稳定，对，虽然我没有跟大家讲，但就是我觉得看这本书好像有提供到我一些帮助，所以如果大家有情绪上有一些想要，也不一定是要真的有问题才能看这本书，但就是想要学一点怎么让自己情绪更稳定，或是更有生产力的知识的时候是可以看。好唐突的分享。我觉得这本书我好像很需要
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是黑猫嘛，就是心情有时候也会黑黑的。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对，就是好啊，我在乱掰，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心情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下冲很高，一下又掉下来。那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我觉得，尤其像你说什么早上起来不要滑手机啊，这种事我一定会做的啊。还有什么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啊，我也需要知道这些事。然后都不运动的啊，然后躲在冷气房啊。这我，对对。哦，中国比较常讲激素哦，原来如此，我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刚刚想到什么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有类似的烦恼，因为我想说我们都是会把自己搞得很忙的人，所以说不定会，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想要做很多事的时候，反而会提不起劲，或者是会睡眠状况很不好，反而隔天没办法做事，所以我自己也因为有遇到这些算是困境嘛，就会觉得好像该读一下这种书哦。对啊，我是觉得虽然我才读了40几%，我觉得是还不错，就是可以看。对，我也会耶，就例如说，可能我今天还在上班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下班我要写一首歌，然后干嘛，然后已经列好清单一大排，然后就一回家就睡着了。然后隔天醒来就充满了悔恨。哇！原来你的睡眠烦恼是一回家就睡着了。可是睡太多也不好啊。就是说真的，好像也是，就是对啊。有时候我会在那种晚上的时候就突然超困，然后睡一下，然后就好了，等一下就睡不着了，完蛋了。我最近就是有点反常，我平常都是那种回家就会不小心睡着，睡到隔天，然后我最近就会变成。怎么都睡不着，然后睡一下，早上5点又起来弹贝斯。早上5点弹贝斯哦。对，当然我没有插电啊，就是没有影响到我的邻居这样子。那就好。然后我就边弹就边厌世，我怎么睡不着，然后又一边弹又一边厌世，这样就也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你看很开耶。没有，那当然当下很厌世，可又觉得好像赚到了1小时，多练1小时，好像有道理哦，很赞耶，你很会正面思考。对啊，可是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就会开始后悔，我怎么少睡那1小时？天哪，这样开始痛苦了。对，天哪，那说不定可以看看这本书哦。对啊，对。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平常很少会去看，就是怎么说，我接触的领域以外的书，或是我比较常看工具书啊。这本书也是我在华萃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推荐，然后我就随便看一下，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跑去试读了一下。对，感觉很棒哎，也是算机缘之下捡到的啦。对，不过我的观众朋友也蛮喜欢推荐书给我看的，但我有点看不完。对，不过我好像我以前都不看书最近有开始学着看书我要变得有文化了。其实我也很不太看书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而且有时候上班真的有一些可以摸鱼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那还不如多看个几页，好像觉得自己变聪明的感觉。会，我也是，就是以前有那种，比如说什么等吃饭也要排个队啊，有时候跟家人去吃，就是家人很想吃的，可是又要排队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时间不知道可以干嘛，然后通常很自然而然的都会开始看一些没营养的短片还是怎样的。但我也是最近觉得，就滑手机之类的，对，可能大家都会啦。然后我最近就开始看书了，就觉得我好棒哦，我是有文化素养的人，就觉得好像自己变厉害了，又有优越感了，好开心。对，会哦。好，我们再来。哇，好硬哦！你觉得一首歌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这首不是这首歌，我在讲什么？你一直讲成这首歌。
没有，我是要说这一题，我觉得对我来说蛮简单的。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一首歌最重要的要素是要有纠结。纠结。然后对，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很会纠结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题问我就问对了。我觉得一首歌最重要的要素是纠结，是因为在写歌的时候就会一直纠结说，哎，要用什么音色啊，要写什么内容啊，然后就会纠结很久。然后就是你一首歌如果都没有纠结就写出来，好像就没办法感动别人。好像很有道理耶。对，而且就是这个纠结不只是写歌的过程，就是你写出来以后，可能某个人不知道谁听到了某一句歌词，然后就觉得哦，我的心也揪了一下，然后就是他的心也揪了一下，然后就也是一种纠结。所以一首歌最重要的要素是纠结。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我自己在听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听歌的时候会喜欢听那种让你很有共鸣的，可能某一句歌词会让你突然觉得好纠结，就是要这个才会跟听众有共鸣。对，的确。对，我之前写过的歌也是会试着去找一些可以让别人有同感，然后一起痛苦的。对，我觉得有道理耶。而且你刚刚一讲到纠结，我就突然想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和弦进行，好枯燥啊，就是好像乐理上有一些人会说，就是和弦进行要先有一个进入一个不和谐，然后有一个想要解决，想要变成那叫什么？想要回到转折，然后最后回家，对不对？对，要回家之前要有一个纠结，你回家才会觉得舒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要讲这个。没有啊，我其实乐理就是懂得蛮少的，我都是怎么说？我会查很多资料，然后去查出那个我不懂的理论的部分，然后再去写成我的歌，这样子。就是我跟一般音乐尝试很丰富的人不一样，一般人可能就写一写就写出来了，然后我都要先去查。我想要写哪个感觉的歌，然后就可能查10首我想要感觉的歌，然后再去研究这10首它是前面是怎样，然后就这样慢慢研究出来的。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也是一个感觉是蛮合理的做法，就是对啊，实际去找一些 reference 来看一看。不过我的话，我的乐理就是因为我曾经很想学会，所以我有很认真的读一些文字资料，或是看一些什么微微关大伟之类的影片，好和弦。我又看了，可是我还是看不懂，我很对不起他。我现在的状况就是那个理论有一些专有名词我记得，但是你叫我写，我还是完全不行，就是会搞混。对啊，真的要做我又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就是知道有这个理论在。对，我的编曲没有编曲能力，没有编曲能力。然后你刚刚讲到纠结的时候，我想到第二件事情是，我也曾经，天哪，我想做的事好多。我也曾经想要研究怎么写故事，然后就会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常听到的理论，就是叫什么三幕剧嘛，反正就是说你的故事一定要有一个冲突，比如说什么主角跟反派的冲突，比如说鬼要吃人，但是人不要被鬼吃，这就是一个冲突，类似这样子。我好像有听过类似的理论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词叫做什么。我知道好像就是说什么要有开始，然后要有冲突，然后要解决那个冲突，这就是一个故事。听起来跟和弦进行很像就起承转合那种感觉。对，就是有一个必须要这样，不然好像不太好看。对，就是跟和弦进行很像。好好笑。对，我第二个想到的纠结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觉得你说有道理，下次我想要写歌词的时候，说不定也会往这个方向去想想看。我觉得这个很实用，我觉得我学到了，就是可以想想看，就是写这首歌的叙事者是有什么纠结的事，在烦恼什么，心中有什么冲突，然后那个歌词发展到后面可能就可以怎么解决，也许是个方式哦。有趣，真的纠结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日常生活不要太纠结啊，不然就会真的一直纠结下去。纠结我要买左边的三明治还是右边的三明治？我会。我后来发明了一个方法超烂的方法，就是只要选不出来就选左边，
或是只要选不出来就选离我比较近的，然后我就不纠结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我就一直觉得很烦，我每次都在这种不重要的地方浪费一堆时间，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发明一个方法，可以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发明了这一招，超无聊，没有人想知道。好，我觉得一首歌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我本来没有想到纠结，我本来只有想到是可能是一个故事吧。对，虽然我后来发现大家写歌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以前觉得好像那首歌背后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比较常听有歌词的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首歌被写出来，它应该是有一个想要表达的情绪吧，或是它有一个背后的可能就是有什么故事在。就因为以前有听蛮多 Vocaloid 叫什么叫 Vocaloid 的歌。对，然后那时候就是 V 加歌曲之类的，对 V 加歌曲，然后就是虽然不会日文，但是会看翻译，然后就会体会那个，就是因为有隔着一个语言，所以就会觉得不是单纯靠歌词在体会那个情绪，就会觉得好像它的编曲或是它的和弦进行也会让我的情绪有一些起伏或是一些共鸣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这好像是音乐比较能做到的事，因为像很多电影里面也是会靠音乐去强化那个情绪啊，比如说我上个礼拜跑去看《鬼灭之刃》，我其实没有看过前面的，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配乐配得很好，就是会让人在比如说感动的段落会更有感动的感觉，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情绪跟背后的故事是我第一个会想到很重要的要素。真的，虽然那好像是两个，对，我觉得你讲的部分好像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纠结，对，对，其实好像是，对，其实就是纠结，只是你讲的比较白话，我比较啰嗦，对，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我也蛮好奇大家的想法，大家有想到的话也可以打出来分享一下。对啊，好奇。对啊，我还蛮期待会不会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答案，比如说什么一首歌重要就是要有鼓，一定要有鼓，没有鼓就不是一首好歌。我觉得这种答案也不错。当然不一定，对，我是瞎举例。你有听过？我很唐突的乱问，你有听过什么？你觉得可以说很怪吗？就是很跳脱一般人想象的音乐吗？比如说什么大家都觉得一定会有 vocal 啊，这首没有 vocal， 然后可能更极端一点，你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音乐？有是有，可我有点不敢讲真的吗？好啦，我讲一下，对，就是我最近有在听一个叫做大象体操的乐团，然后我刚刚会说。对，我刚刚会说不敢讲，是因为我都听不懂他们在弹什么，可是我知道他们很有名，所以我就有点不敢表达，因为我每次听他们的歌，我都觉得很复杂到我的脑袋要爆掉了。但我很喜欢，对，就是不能说它是不好听或是怎样，可是就是我就听了以后就会觉得我压力好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它叫做数学摇滚。的样子，对，然后对，就是他们的拍子很特别，反正我就是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脑袋要爆掉了，然后后来就没有很常听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强，就是演奏能力啊，什么编曲能力，可是就会觉得可能刚好我还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音乐，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我的认知，好像就是他会什么。5拍就是什么？它其中一个乐器可能5拍一循环，然后另一个可能是什么6拍一循环，然后它会奇妙的对在一起，但是就会听起来很复杂。我觉得超酷的，对，可能类似这样。我可能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很酷。我觉得这是在那种你觉得大脑太无聊，想要刺激它一下的时候可以去听。对，就是很复杂，可是又很酷的一种音乐。对，可是平常搭车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去听这种音乐，就会想要听一些可能比较一般的摇滚乐啊，轻快的啊，或抒情的，就不会想要去听一些很复杂的音乐。不想要太刺激。
对，就会觉得哦好刺激，我听了我觉得我脑袋打结这样。好赞哦！害我好想等一下来听一下，然后重温一下脑袋打结的感觉。哦，讲到复杂，我就突然想到，我好像有听过一首也是 Vocaloid 的歌曲，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好像叫噔噔噔噔噔，然后它就是很长哦，十几分钟的歌，然后它没有，我知道，你知道，就是那首歌就叫做噔噔噔噔噔，然后它好像叫做什么 V 家的角色都用3拍子唱歌还是怎样的一首歌。对对对，我知道，因为那首我有听过，我觉得很酷，因为它很有一种爵士乐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它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歌词，就全部都是在噔噔噔噔噔。对对对对，然后那首歌蛮有名的欸。哦，难怪我会被推到。然后里面有一段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应该是卢卡唱的，然后就是是7拍子，对，就是他前面原本最主要的段落都是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4拍4拍，然后有一段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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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去数，你就会发现是4+3，就超复杂。哦，我好像都喜欢找一些听不懂的东西来听，但我就觉得很酷，是真的很酷。我完全不知道它是7拍子，我只觉得这首歌很酷而已。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它是7拍子吗？因为它直接写在上面，不然我可能也数不出来。什么？原来你是原来我是看它上面写7拍子哦。对啊，那时候我也是想重温一下脑袋打结的感觉。对啊，而且那一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那个图也是那个作曲的人画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强哦！这些人是怎样？可是我有点不确定。我记得也有一个 P 组，也是都会做一些 MV 的图很丰富的 MV， 然后图也都是他自己画。我就觉得天哪，也太费工了吧！我印象中好像很多 P 组都很恐怖耶，好像会自己画的还蛮多的，我觉得好可怕。觉得画画好难。对啊，我记得米津玄师也会画画，我记得他的绘画也很漂亮。对啊，而且他的图很漂亮。他还会跳舞，救命！太强了。对啊，好强，输了。真的什么都会。很佩服，很佩服。好，我们再来转看吧。哦，我们好像有机会把它转完呢。耶耶！你有被限制过穿衣自由吗？其实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说，你是会通灵吧？哦，你有特别想？对啊，就是我还真的有，就是被限制过穿衣自由，而且还不是在应该说学校的那种不算的话，我其实有蛮多这种经验的。哦，对，因为我以前比较瘦的时候，对，现在就是吃比较好。对，以前比较瘦的时候，我很喜欢穿洛丽塔啊。对，然后后来就是又就有点喜欢地雷系的衣服，可是后来就都没有穿，因为就是家人有点不喜欢这样。啊，管好多。对，为什么是有什么好不喜欢的？因为我讲到穿衣自由，我第一个比较直觉的想法是，有一些就简单来说，就是如果露出比较多身体部位的话，会有一些长辈会不能接受。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这种的。可是洛丽塔跟地雷系应该这方面就还好吧？他们就会觉得穿起来的衣服跟路人都不一样，就会觉得那不是很好吗？对啊，我也觉得很好，我也不是要当刺客。没有，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有点标新立异，很怪这样子。啊，好啰嗦。对，亚洲家长。好像好吧，因为我都没在管的，我还有穿女装出门，然后再回家，对，所以我好像还好，我免疫了。我现在是被我的体重限制了啦，这应该不算，这应该不算，也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限制，不同意义上的。对，那怎么办？你就真的没办法穿了？就都没穿啦，不是都没穿啦，就穿一般的衣服。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有人误会，我没有完全没有觉得是哪里不对，我的天哪！突然一阵那个开车，
不可能，不可能。哦，我好像，不过我家人确实是会对穿什么衣服有时候还蛮多意见的。但他们会帮你买吗？还是你会就是说，你不要帮我买，我自己买我喜欢的就好了。最近有遇过一个很恐怖的在发生的现象，就是我家的长辈很爱买衣服，然后他就是会买很便宜的衣服，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种，上面会写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的英文单字，对，但是就是很便宜，可能就是菜市场或夜市买的，然后一次会买超多。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限制我的穿衣自由呢？因为他会把衣柜塞满。他会把衣柜用这种很便宜的我觉得不好看的衣服塞满之后，说衣柜已经满了，不要再买衣服了。我就想说啊，怎么有这招？我们家好像也是虽然他们可能不到买什么路边摊那种品质很不好，会稍微买品质好一点的，可是就是审美不一样啊。对，审美不一样的 T 恤，然后买一大堆放在我的衣橱里面，然后我就是有点受不了。穿那么，就对我来说那些衣服都很怂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对我就不想穿那么怂的衣服出门，可是他都买了，我也不能就把它丢掉什么，这样好像也不对。然后后来我就折中一个方案，我上班就穿那些我觉得丑的衣服，反正是上班这样。对，就是在觉得没有要被别人看到或是不重要的时候就穿，至少我是这样。对啊。就上班的时候穿丑一点，我可以接受这样。反正本来就不是去 happy 的。对啊，可是后来我觉得我爸也有改啊，就是他后来都知道我比较喜欢黑色的 T 恤，他就买了很多黑色的 T 恤放在我衣橱里。不愧是黑猫啊！对啊，就至少没有像比较以前，他都会说。就这个也有点刻板印象，他就说，女生穿桃红色很好看，然后买一堆桃红色或粉红色的衣服放在我的衣橱里。哦不，然后我就会有点无言，因为我以前就又很叛逆，就会觉得穿这个衣服感觉就花花的，对，就是不叛逆啊，就不喜欢。审美不一样。对。哇，好，我好像还好。除了最近衣柜被塞满很无奈之外，我好像还好。但真的这种你就会觉得好像丢也不行对啊，除非就穿到坏之类的，或者穿到很旧了再说这样。会，我就会很努力的先集中穿那几件，赶快把它穿破。会这样想。可是你不是说一大堆吗？对啊，但是就是要先集中火力针对其中的2-3件这样子，不然你都平均穿，一直穿不坏。好好笑，集中火力。没错，很努力要把它穿坏，现在还没坏，我有点失望。意外的耐用。好，我们再来转个，也许是最后一题，或者是不够辛辣的话，等一下就再来一题。可是剩下好像也都还好剩下感觉都还好因为已经辛辣都结束了。对，今天辣度比较低呀。这个是怎样？你相信命运吗？好难的题目，谁放啊？我放的。好，没事。会吗？我觉得这题很简单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啦。我算是很相信命运，而且我都会觉得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就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很相信，因为我觉得比较浪漫主义的人好像都会觉得很相信命运，然后我刚好是双鱼座的，然后我就自认为我自己很浪漫，所以我也很相信命运。这不是最浪漫的星座吗？是这样吧？对，最浪漫的双鱼座。对，而且我甚至跟雨果同一天生日，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浪漫中的浪漫。哇！然后我也真的蛮浪漫的，我觉得啊。你有做过什么很浪漫的事吗？没有，真正浪漫的人不是说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是把别人觉得没什么的事都想得很浪漫。有道理耶。对啊，就可能，例如说今天上班上到一半，然后窗外下雨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下雨了，然后他就会说，希望下班的时候不要下，然后过一下雨就停了，然后有点雾气，我就跟我的同事说，你看雨停了，而且还有雾气，好浪漫哦，然后他就一阵问号，你就说哪里浪漫？然后他就说，我没感觉这样。哇，好吧，我的话。我的话看心情，有时候相信，有时候不相信。对，我还蛮贼的，就是我会在那个比较有遇到好事的时候，我就会相信啊，这一定是注定的。我果然是有的时候就很中二，就会觉得我果然是理所当然要成为王者的人，没那么夸张，就是觉得我理所当然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对，但是在比较不快乐的时候。就比较，我就比较不会想要这样想，我就会觉得那肯定是衰，衰算命运吗？就是会觉得就只是运气不好，就是没有一定会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我可以透过一些做出其他选择的话，可能可以摆脱这个状态，就蛮贼的。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我相信命运，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不是刚刚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打爵士鼓，然后就是被家人禁止嘛，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是一个我一定要经过的命运，然后我现在才可以做音乐这样子。就会觉得，要是我那时候就已经体验到打爵士鼓很快乐，然后我就满足了，然后就没有继续可能学编曲啊什么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样子。可能你反而不会更就是有那个想要去追求这个做音乐的梦这样子。对啊，就是有时候有人说，可能跟音乐也不一定有关啊，可能就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特别珍惜，当然也是看人啊。不过好像是对啊，有道理。好，我好像。我这样到底算相不相信？应该算挑着相信，对，选择性相信，对，选择性相信，对，选择性相信，对，就是拿来膨胀的时候，拿来优越感的时候会相信一下。对，不过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可以去试着去相信，说就是应该都是有好的安排的啦，就是现在可能还看不到，就是真的有什么那叫什么？还看不到很 happy 的事，完了，我的词汇好贫瘠。就是说还看不到好的结果，可能最后结果是好的，但是就会觉得可能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安排我还不知道啦，之后应该会变好。对啊，就还没遇到这样。选择性相信，对，至少让自己心情好，大家参考看看。好。那我们来看看，好，我们再转一题好了，我们真的快把它转完了，我的天啊！耶！尖锐的，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传统价值被过誉了？这一题其实跟我前面讲的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忘记是老师还是我爸妈跟我说的，就说，不可以。不可以，这叫什么？不可以顶撞长辈或是爸妈，然后也不可以质疑爸妈说的话之类的。就是好像小时候就是学校会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前就比较小的时候啊，就真的会很遵守这个规则，然后就即使就会觉得。我觉得应该怎样，可是就是也不敢跟我爸妈争说，你应该要听我什么什么，就不会这样子。可是到比较长大的时候，就可能高中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又不能打爵士鼓，不爽，然后就会对，然后就会一直顶嘴什么的。然后现在又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不能说是好事，可是也不能说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这样子，就也没有严重成那样。的确，而且我觉得，对，有时候那个不管长辈啊、辈分或者是
可能关节啊什么的，有时候就没有说比较年长人一定是对的啊。对，没错，很多时候都是哦。对，或者是有时候那个问题不是说谁对谁错，就是大家都有理，就应该可以讨论一下啊。哦，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对啊，就是有一些冲突就只是不是谁的错，就只是两个人刚好没有办法有共识而已。对啊，就这样，尤其是父母跟小孩之间，就常常会有这种矛盾。真的，感觉很常见耶。对啊。我来偷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觉得都蛮有趣的耶。伊藤绿茶觉得独立自主被过誉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好可以不用麻烦其他人，最好可以不用麻烦其他人，最好不用寻求其他人帮助。哦，原来是这种意思吗？我觉得我认知的独立自主比较像是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选择去做对自己好的事，所以我觉得正确的寻求别人帮助也是独立自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人主动帮你，你就没办法找到帮助的话，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不独立自主。不知道你觉得？我觉得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会顾虑麻烦别人帮忙你，可是其实有时候，对，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真的该说出来，别人才有办法帮你，不然他不知道你在困扰啊。哦，而且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个很有感觉，就是憋着不寻求协助，只会把事情弄糟。哦，真的会，真的，就是你不及时表达你的困境的话，你之后可能憋太久了，你就会更大洞而已，洞会变大。到时候要用加倍的力气来帮助，就来解决问题，真的会。对啊，大家欣赏能够自己打天下的人，可是我觉得实际上人类不太可能靠一己之力打天下吧？那是在动漫里面才有可能，我是这样觉得。对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可是可能那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快乐，就是过得很辛苦。对，虽然大家可能很崇拜他，可是他其实过得很辛苦这样子。有可能对啊。然后贺宇是觉得孝顺被过誉了，孝顺过头会变成强迫性的服从，然后就会连父母的错误都无法纠正，就觉得反而不是一种孝。我觉得好有道理哦。真的会耶。我觉得孝顺，对啊，我觉得孝顺不一定要等于服从，但是真的大家比较普遍的认知就是会觉得孝顺就是比较粗浅的认知，我用词好尖锐哦，就是会觉得孝顺就是一概的不分对错的，一定要怎样，对，但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反而其实也害到那个长辈，没有让他变得更好，对，可能也不是真的孝，有道理。那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我自己从小比较有感觉的是以和为贵被过誉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教育的关系，但我觉得好像我遇到的很多人都会很努力的避免冲突，就是包含很多面向，就是跟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敢讨论，就是也不一定要大吵一架，但是就是连讨论都不敢，然后会很喜欢让别人，就我觉得这个可以扯到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完了，我觉得我会有点又扯到别件事，但是好像很多家庭里面，如果是什么都是妈妈在煮饭的话，可能妈妈煮鱼之后，就是会先把好的肉都给别人吃，自己只吃鱼尾巴，对，然后就是为了忍而忍，为了让而让。可是就是你也可以吃啊，你爱吃好的肉，你可以先吃啊。对，就有时候好像大家都约定俗成的，就是很爱让，然后很不敢讲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很不敢说我想要这个。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我觉得，对，不就没有必要自找苦吃，好像至少可以多讲一点吧。就是你喜欢吃，搞不好你家小孩根本就不爱吃鱼，整条鱼你都可以自己吃掉，你可以讲讲看啊，就是可以多讲点。我觉得大家很不敢讲，然后大家都以和为贵，都不敢发表看法，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
我很懂这个感觉，虽然跟那个吃鱼有点不一样，就是以前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来讨论什么，然后有没有人想发表，然后都不会有人想要发表。对，真的，还怕讲错被骂。对啊，然后都要老师点人，然后他才会勉强的讲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长大以后就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可是我当下不觉得奇怪。对啊，当下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就会默默的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当下就会觉得，啊，对，这个可能跟以和为贵有点不一样，就是小时候都会说我们做人要谦虚，不可以太展现自己的那种感觉。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有被过誉的那种感觉，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不讲出来，就是没有办法碰撞出新的理论这样子的感觉。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多少都会有一点表演欲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表演欲，你还一直在那边盯也不好啊。对啊，真的耶。对啊。而且我觉得谦虚要看场合，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谦虚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啦，比如说如果有 VTuber 朋友发推特讲说，有没有会台语或是喜欢台语的 V， 本来他就是可能就说有没有会台语的 V 想要来联动啊，我一定马上冲过去跟他说，我考过中高级检定，我很会台语，我就没什么好谦虚的。有时候机会要争取啦，然后。就是你确定自己的程度有到那里的时候，是真的可以适时表现出来，不是说一定要碰红讲一些你根本其实没有那么懂，就不是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正确的认知自己的实力到哪里，然后可以把它正确的表达出来，其实也蛮重要的。有时候大家会太习惯谦虚，然后就都不敢讲，然后就会错失很多机会。真的。我觉得这个留言，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其实这种人超多的，就是我以前也是那种人，就例如说我发了一个我弹贝斯的影片，然后下面就有人来留言说，哇，小千你贝斯弹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我以前可能就会回说，哦没有啦，我超烂的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听别人说才慢慢就是改过这个，就是一直说自己很烂很不好的讲法，因为如果别人称赞你，你还说你很烂，就有点在否定那个称赞你的人啊。对，我也是有听到，我好像有看到有人讲这件事。所以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你就可以说哦，谢谢你喜欢这样子就好了，就不要再去否定那个好不容易称赞你的人。真的，而且尤其是如果我们是有在经营自己频道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觉得你很好，他才会来看你。你这样子讲，就是好像是说你眼光很差我就没那么好，你还来，会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不要过度谦虚，这个已经不算谦虚，这已经算自卑了，我觉得。好像是就不要过度自卑这样。我觉得你讲的好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学会正确的区分那个谦虚跟自卑的那一条界限。很多时候我们被迫训练的很谦虚，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些很自卑的事。对啊，我觉得谦虚好像也不是说什么别人说你很好，然后你自己说很烂，这样好像也不是谦虚啊。我认知的谦虚就是不碰红，然后不会一直硬要出头，我觉得这样就算谦虚了。对啊，对，但是我觉得对啊，夸奖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欣然接受。对啊，我比较不要脸啦，我被夸奖，我觉得说对吧？还不快给我钱？对，我脸皮很厚。好，那想问小千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吗？最近没错。完蛋了，好像没有我最近很认真的在弹贝斯，当个称职的变态。完了，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到底为什么弹贝斯手就是变态啊？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在 Nico
动画上面有一个弹贝斯很厉害的大叔，然后他每次都会穿女装，然后就有人就因此觉得弹贝斯的人都喜欢这样，然后就是变态这样。太偏颇了吧？就因为这样吗？可是那个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是可以然后理解啦。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弹贝斯，所以我有点不能理解。居然有这种事。对啊，反正当然是开玩笑了，就是贝斯是很棒的乐器，要多多推广啊。没错，贝斯是很完美的乐器，我自己很喜欢，我很喜欢听，反正就是有贝斯 solo 或者有一些 slap 的东西，我还蛮爱听的。虽然不会，没有听的很多，但是我也很喜欢贝斯。希望我可以早日学会 slap， 很帅。对，超帅。好，等你，期待了。好，所以你要宣传的就是最近有在弹贝斯，可以去多看你弹贝斯，对不对？对，可以。太好了。那我要宣传的，好了，我最重要的就是明天要来练才。这很重要，超重要，要笔记起来。那个老师会考，哦，明天晚上5点哦。对，我会，因为我有在想，就是我有在推特发一个调查，所以有跟大家透露一点，就是我想要请大家帮我出一下剪辑费，不然我自己好像想做的事太多，做不完。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赞助一点，我就可以去外包别人，我就可以多开台或是多做别的事。我说的做别的事就是拍更多影片给自己剪。对，我还以为你说的别的事是去练习弹乐琴。那个也很重要哎，我的天，我完全忘记了。好，请大家赞助我，我才有时间弹乐琴，拜托了。对，如果有想听的话，可以来赞助啊，不想听就拿你没办法。对，好啦，不想听可以让火蛇讲更多台语。对哦，大家如果明天有赞助的话，也可以，我也可以听取大家的意见，看有出钱的人想要我多做什么，我就会多做什么。对，好，那就是这样子，耶，很感谢小千今天来，我们聊了超多问题耶，我们那个转盘快转完，几乎。对，而且几乎尖锐的问题都问完了，没错，太好笑了。跟音乐有关的也有问到了，蛮有收获的。对，然后就是要记得，音乐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纠结，要纠结，好，学会了。可是日常生活不要太纠结啊。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好，那。我们一个人有在做音乐，一个人有在讲台语，那我们降落去听菜鸡唱台语歌吧。好耶！大家拜拜，拜拜，好唐突哦，谢谢大家，谢谢。